无啊。英国有一个足古锥的查某囡仔，不管啥人看到伊，拢真介意。上爱伊的人就是因阿嬷，啥物物件拢嘛乌出来互伊，听甲拿命咧。迄摆阿嬷互伊一顶龙仔帽天的红帽仔，因为即顶帽仔甲伊足适配，伊全目顶拢无爱滴，就安尼大家拢叫伊红帽仔。番薯甲龟桃，伫一片大树林的头前，住一户人家，是一个出彩的查甫人，甲因牵手带两个囡仔住做伙。这两个囡仔，查某的名叫番薯，查某的号做龟桃。因一家口仔4个人，不三时都枵鸡食顿。不管是食的，也是啉的，拢真欠亏，散屁屁哦。涂炭，有一个好野人的某，病甲真严重。当伊知觉到家己已经剩无偌济时间啊，就甲伊唯一的查某囝叫来眠床边，讲：乖乖囝，你一定爱坚定信仰，嘛爱保持一粒善良的心。天公伯仔会永远保庇你，阿母伫天顶嘛会对踮你身躯边看顾你。讲煞，伊目睭一个客，就去啊。参甲仔王子，伫古早，迄个若有愿望，就有可能实现的时代。有一个国王，伊逐个查某囝拢足水的，尤其迄个上细汉的，佫较是水甲连见过无限制世面的日头。见摆若笑着伊的面，就嘴仔开开，戆伫遐，干那伫心内发，有够水。阿妹啊，有一个查甫人甲伊的牵手，拢足想要有一个囡仔，毋过一直拢无生。因某着四界去下神托钵，求天公伯啊，看会使互因有囡仔无？因兜后壁有一扇窗仔，为遐会看到一只足水的花园，迄内底有杂色花，嘛有逐款芳疗的药草。毋过，迄个花园煞互一堵足悬的围墙围咧，无人遐好胆敢去遐，因为听讲迄个花园住一个足厉害、通人惊的妖婆。